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有一个学生是因为互人指控杀害犹太人，所以甲抓起来。昨第一摆出庭，伊是无认罪。另外，这站也因为以下冲突，所以美国的一寡穆斯林甲阿拉伯的人拢讲，除非加沙是停火，那无2024年绝对袂加票投互拜登。昨一日突击部前到后来下杀所犹太弟，今年11岁康奈尔大学3年的派出课代，这伊第一摆针对联邦刑事罪名，被控利用跨州通讯平台发布威胁杀害，或者是伤害他人信息，这案件出庭，伊在法庭上无认罪。检察官提出伊有监督危害风险，轻信调后刑压。这案件发生时阵，美国联邦调查局长瑞伊伫参议期听证会提出敏感资讯，表示这种威胁会增加犹太族的占美国人口差不多2.4%，说伫所有的宗教受训，而且加做犯罪目标案件当中占60%。Hamas and its allies will serve as an inspiration. In just the past few weeks, multiple foreign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have called for attacks against Americans and the West. 在以哈冲突继续紧张影响之下，美国部分穆斯林甲阿拉伯族裔团体表示，除非总统拜登马上有所作为，确保加沙走廊停火，啊若无2024年总统大选，要将票投互伊，搁暂停对的政治关钱。The White House is preparing a national strategy to combat Islamophobia. That they have been working on quietly for some time and are preparing to publicly announce. But they are facing some pushback from elements of the Muslim American community over the administration's staunch support for Israel and its war against Hamas in Gaza. 拜登在明年苏达州的一场竞选募款活动，互一名示威者中断发言。迄时阵，拜登咧讲，以哈冲突应该第一人道主义暂停，互政治离开者讲话。迄时间，离活动地点无偌远的明尼亚波利斯，有1000外的示威者摕巴勒斯坦旗仔，甲毋通阁轰炸囡仔，马上停火者标语上街路。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